韩国天团 BigBang 成员胜利近日衰事缠身，先是斗殴案扯出吸毒、性招待客户，被警方列为嫌疑犯。想不到今11日，又有韩国媒体报道，胜利的通讯软体中竟有至少10几则偷拍女性的非法性爱影片和照片。胜利还和其他男歌手建立群组共享。据韩媒报道，BigBang 胜利手机的 KakaoTalk 软体中，不仅有中介叫小姐的对话，竟然还有偷拍女性的非法影像，至少10多则。据悉，被偷拍的女性似乎都是在喝醉的情况下受害，不知道自己被偷拍。胜利和男歌手等人建立群组共享这些影像。据报道，2016年1月9日下午的对话中，帮助胜利餐饮事业的金姓友人上传了男女性关系的影片和照片。当时胜利已读后还问对方是谁啊，随后疑似认出影片中的男性。这名友人后来又上传3张偷拍女性的照片，甚至打出哈哈字句，态度相当轻浮。据悉，这个群组中除了胜利以外，还有2名男歌手，共8人。他们全都看过偷拍影像，但却无人阻止。据悉，警方收到的另一个 KakaoTalk 对话中，也有类似的偷拍情况。根据韩国法律，若偷拍或散布偷拍照片，将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罚款3000万韩元。此外，胜利性招待客户的对话被警方证实确实是他本人发出，警方也将继续针对牵涉其中的30多岁著名歌手做调查。